你好啊，天父愛你。 Jesus loves you。 每日都係新嘅開始。你預備好同天父一齊踏上今日嘅靈修旅程未啊？而家等我哋用少少嘅時間，安靜我哋嘅心靈，聽下最愛我哋嘅天父嘅話語啦。以賽亞書40章31節。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，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，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今日係農曆新年馬年嘅第一日，一諗到馬，我哋就會諗到速度、行動力、突破，好似成年都喺度向前衝。特別係喺今年係火馬年嘅氛圍裏面，更加容易令人感到急熱，想快一啲睇到成果。但係咁樣快節奏嘅一年裏面，神就提醒我哋一句說話：動中取靜，靠主得力。好多時候我哋唔係冇能力，而係太急啦；唔係冇機會，而係心裏面唔夠安穩。喺新嘅一年，就等我哋學識3樣嘢。第一，知足係馬年嘅錨點。馬跑得再快都需要方向，人生再忙都需要穩定。呢個時代好容易比較，睇到其他人跑得比我哋快，成績比我哋好，我哋嘅心就開始焦躁。但其實知足係一種屬靈嘅力量。喺提摩太前書6章6節講到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了。保羅唔係喺順境當中先講呢一句說話，佢係喺各種環境當中學會知足，卑微都好，豐富都好，佢都揾到秘訣，就係將眼光放喺主身上。所以我哋要俾自己一個好簡單嘅操練，就係每日都數算3件恩典，可能係一件好細嘅事，例如今日身體平安、屋企人健康，或者有人同我哋講一句鼓勵嘅說話。當我哋開始數算恩典，我哋嘅心就慢慢穩妥落嚟。知足唔係冇追求，而係唔俾慾望牽着我哋走。第二，跨越但唔衝動。馬年代表突破，我哋相信神會帶我哋跨越一啲舊有嘅限制，例如工作、家庭、服侍，甚至乎係我哋生命裏面嘅軟弱。但係火馬年都提醒我哋，就係小心衝動。有陣時我哋唔係方向錯咗，而係太快做決定，情緒一嚟到就即刻回答，壓力一大就想放棄，機會一嚟就即刻答應。喺腓立比書4章13節講到，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呢句說話嘅重點唔係我能，而係我靠着他。所以喺做重大決定之前，我哋學習先停落嚟禱告，讓我哋嘅火變成熱情，而唔係怒火；讓行動變成使命，而唔係衝動。真正嘅屬靈行動力係被神引導，而唔係被情緒推住走。第三，仰望喺忙碌中重新得力。有陣時我哋會覺得壓力好大，好似環境喺度燃燒，事情一件接住一件，心裏面甚至乎會出現好多負面嘅聲音。但係神俾我哋一個好寶貴嘅應許，喺以賽亞書40章31節講到，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，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我哋要留意嘅，神冇講過我哋唔使奔跑，而係奔跑卻唔會困倦；冇講過我哋唔使行走，而係行走卻唔會疲乏。關鍵在於等候神佢，所以喺忙碌當中，我哋要刻意為自己保留安靜嘅時間，即使嗰啲嘅時間只係5分鐘或者10分鐘，將手機擠低，將個心帶到神面前。奇妙嘅係，當我哋停落嚟，我哋反而行得更加遠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帶領我哋進入呢個充滿行動同埋突破嘅一年。喺忙碌當中，求你教我哋識得停落嚟，喺快速變動裏面，求你俾我哋嘅心唔慌亂，俾我哋一顆知足嘅心，唔好同人比較，唔被環境牽動，每日喺數算恩典當中重新得着平安同埋喜樂。當我哋面對選擇同埋挑戰，求天父你保守我哋唔憑住衝動去行事，等我哋識得先去到你嘅面前安靜禱告，學習真正嘅靠着你得力，更加幫助我哋。當我哋壓力好似火一樣圍繞住我哋嘅時候，我哋識得去仰望你，定睛喺你度，以致我哋可以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心願我哋今年唔係靠着自己嘅速度向前衝，而係靠着天父你嘅力量，
穩穩向前行。我哋嘅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詩歌新的篇章。